曾经代表台湾来参加着英雄联盟的电竞比赛，摕到世界冠军的好手刘伟健。今年29岁，涉嫌贩卖着二级的毒品，讲疑似是大麻的重磅伤。中部警方到北部来抓人，为伊伫沙尘堡的厝内超出着200支的大麻粉。若是以市价1支2500来计算，这批毒品的价值大约是50万。因为伊是香港籍的，所牵涉的佫是重罪，佫有串口径的疑虑，所以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甲收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ys 啊。要代表台湾摕到世界冠军的电竞好手 Toys， 29岁刘伟健因为涉嫌卖2支毒品大麻，检方伫获审了后，认为伊有可能串证卖证，加上伊是香港籍行逃走，透明用法院申请扣押禁见。所涉范围最轻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，那有串证、灭证之余，跟法院申请羁押。台中第一裁定适用的共犯40万交保，不过29岁刘伟健因为涉嫌卖2支毒品未遂罪是重罪，裁定温准羁押。他真的是有做这一件事，当然会让人家觉得很意外，因为他毕竟是不好的示范啊。中部警方查毒品案，发现刘伟健嘛涉案，敢若是大麻的重磅伤。上北果然伫新北市沙尘堡的所在，超着买200支有2支毒品大麻成分的大麻烟弹，价值50万左右。29岁香港籍的刘伟健，要代表台湾参加电竞比赛，佫摕到冠军，了后嘛转型做直播，注意社群软体相片，会使看得出伊的朋友真侪。除了可能伫网络顶卖毒，嘛无排除卖互身躯边的朋友。检警表示会继续追查，无排除任何的可能。要着大麻嘛，当上刘伟健的形象，伊嘛捌讲过无部分无啉酒，即嘛煞颠倒变做上歹的习惯。